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美国第94届的奥斯卡。台湾时间早起的8点开始来颁奖，也毋过这个典礼进行到一半，发生真硬摇的插曲哦。这个颁奖的嘉宾克里斯洛克伫台顶摕这个威尔史密斯的太太的头毛型滚绳球。威尔史密斯的太太有落头毛的困扰，所以即摆拢是剃光头。这个颁奖人摕太太的光头滚绳球，是由威尔史密斯真掠狂，随着冲去伫台顶，带来为克里斯洛克甲献一个脆皮。这边讲，现场的人拢共去。随后，威尔史密斯就以《王者理查》这出电影摕到奥斯卡的影帝。这嘛是威尔史密斯演电影32档来第一座的奥斯卡。这个威尔史密斯就台领奖的时阵是目屎干目钱，随着来回失礼咯。咱就煞来看这场奥斯卡的颁奖典礼。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